说是干面面的是吧？有的嘛，对的个，黑色的， 16比2到这样，对的个，对的，是3斤的吧？是2斤的。前后左右是嘛。我就是干面那天我就来照也不着急嘛。我来照一下今天。全部吃的好久啊！对啊，很全部收完。不是3斤了，不是3斤了，是生意干面面的路子。不是，你搞嘛？这个你这个全部收完，那个离题是哪个离题的？那个他妈牛逼那个干脆离题搞的可以。两个都一样的效果，然后要吃高的面。 这红油不知道是谁啊，没注意到看。
对9月9号，搞忘了吗？这是编辑好了的吗？对，现在改了，现在改了。哎，我走之前我编辑好了，我是9月10号啊。哦，另外一个手机编辑好了。今天教师节的嘛，给杨秀送。
教师节，今天晚上是中国足球打沙特的，然后今天是苹果的发布会，嘿嘿，今天的日子比较重要。还有华为的发布会，4个非常重要的节目。后面是谁？那是玉珠嘛，在后面。这边还有鲜花都准备好了，还有水果，不是我送的，没有送。今天的日子比较特殊哦，因为是教师节，还有苹果发布会、华为的发布会，还有一个今天啥？对，教师节。今天那个最贵的手机2万块钱，23000、24000，还现在也炒到12万块钱一部，觉得不可能吧？12万块钱买华为的手机，疯了！那个预约的人是300多万人，有人能给我卖出30万都不得了，价格太贵了。
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不去了啊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支持啊。啊，好，冰的那个，冰的，叫它冰一下。
圈角世界。对闪回来了。娃娃来了，哎呀，小勺去了。这里的地方3个字有英文的。
传统江湖风情舞蹈。嗨，小米 ，hello hello。这边走，黑衣服那个前走，后面是往青到哈达那个，在后面是单色的，单色的。这火警。前面一个119，1级中队。
是汗，全脸全是汗。我吗？对啊。热了怎么办？休息，喝水喝水。完了，8分钟。多上哥，多上哥。
是王清的娃娃吗？不是，我也是，我以为是，就不像了。你现在经常来了吗？这个场地经常来。我们刚刚来啊，我们都8点40多才来，45啊。
8点，8点，7点。世界。第二段只有这首歌只有1分53秒，世界各地日脚，还要跳一遍，要跳2次。
拿错才来，拿错才来。反正每天都要来打卡，来晚了一样的跳一下，跳一会儿就走。两个小乖乖的，带钟的2个儿子。卡的话就看横屏嘛，你刷新一下。现在哦，竖屏，卡的话就竖屏，竖屏卡就看横屏。反正我就不用动它，反正它自动会，网络会自动修，它那个软件会自动修复的，应该是网络的问题，网络问题嘛。反正有这边这么多人，一大圈上千人这，肯定网络有堵拥堵。哎。再继续跳啊！带钟的对小朋友。不是，关键他们坐在那儿。就是世界叫啥？世界啥？世界谷地嘛，还是叫啥呀？这4个字，只有1分52秒。男的跳的不一样，男的跳的蹦蹦跳跳的。教师节肯定小朋友送，这边早就准备好了，外面送拥挤的。应该是收了，再跳也可以，继续跳。呀，再来一个。再来跳7码5，7码5。出7码5。你来吧。太糟了，这没电了。没看小乖乖，多美呀！我带着你干嘛来了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
看你们来了，看你们来了。今天来到快来说一下的吗？这是。对。搞忘了文清。拍了1个小时11分钟，以前是1个半小时，现在是70分钟。韩哥，韩哥，没有人给水的，好，我给你。跳舞。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你叫发呆是吗？看来人家给了。呀，但是拍照吧他。这叫什么？站在那里，你说。展示啥？不要可以放片，这边只能朝这边，这边光是啥？只能朝这边。不用，你们一起拍张照吧，然后我们进去拍张照，不用打了，不打了，哥们。啥？消费者权益保护。随便可以拍照，这个我们这个就不打了，这个不打了吧？不打，我们拍张照啊。可以。拍张照。好，这个呢？来两组的，我们站一起。对。那很富。小的噻。社区的嘛，应该是。中间马上住。你要去那边吗？两头有什么？馒头。马上那是给。干嘛这？谢谢家人们，咱们每个人关注的点不关注一下。都没有说，旁边。你看你录这个3个整套，我有那个啥都采用。他那么穷啊！出去。这个名字叫世界各地。有就在那儿了，他不会跳那个。一会儿看他能跳啥字啊？不知道。教师节的嘛，教师节他讲跳纪念一下嘛。这个音乐比较短，2分钟不到，就跳2次你也发现不了。
3个，但是应该有最起码才10次。啥子啦？还有鼻头，他马上要，然后还有男女8分。你有发给你吧？下去吧。笑一下。啊，对，你一边弄还一边看着看啊。
传给你怎么样？我传给你的，我去你怎么给传给你？黑牛，你考什么这个？高不好。就2个票啊。完整那个，不要完整，就一个，就前面一对。杆子过上小，我这跳，是你，是你跳，笑。哦，重来。这骑摩托车的，骑自行车的，上。出去了。笑。然后呢，还有拍个脚。后期的。太久跟这个一点都不像哎。大只，坏了。靠近，杨秀，还靠那个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起来也差不多。关了，准备好。第二队啊，呼吸，第二队，第二队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讲一讲。我慢走。可以了，谢谢。大皮根更神奇了，神奇的历史的兄弟来打仗的，我刷刷几点点在家，谢谢。后背对着往后走了，对，来1、2、3走，肩膀靠近，对，好，回头。来走4个，猜。Yeah.
快速，非常快。
这名字叫世界各地。我有一次拍完了，很慢慢的走，快一点累一点。放一个吉祥棒棒。群里面今天说话的那个就是我跟他看他那么多人，怎么看见不了？我一直以为是那个王对啊，这个是他们那个是对对对，我俩朋友拍的，不像吧？还是有点区别。我手机，这风确实很大。这个很清晰啊！这什么手机啊？苹果。都是苹果，全是15 PM，啊，它确实很清晰，比你相机还清晰不？屏不大的嘛，啊，小。这是那边的吗？这个是你现在用这个做的，只有那个香港和那个什么嘛，香港和台湾的一起，就是那个繁体字。对啊。
那时候我去看289，现在我要去阿家，你去不去阿家？哪个？英卓结婚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英卓结婚啊，他国庆节吗？对啊，没说啊。时间没定。对啊，没说啊。是啊，就没看。我现在还有可能去礼堂。住得不了了。礼堂还可以办。大头。看吧，兄弟们！啊！
咋了？你把声音开大点儿。哎呀，声音太小了，听都听不到。把声音开大点儿。小胖把声音开大点儿。就这么大。就这么大呀。就这个嘛，你干嘛？不是这个不是原音乐哦。不是，那不就声音太小了。呵呵。你们两个等会肯定会掉的。这个音乐不是原音乐。哦。